伫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每一年圣诞节拢会推出特殊造型的飞仔红仔，大边人讲是代表黄金，嘛代表财富。今年上届抢市的红仔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咱做伙来看卖。 西班牙巴塞隆纳这间假品店的门口，有一尊红仔靠遐伫咧排边，店内最新的红仔也拢是褪裤排边。今年卖了上好的就是川普。I mean, of course, you know, you got to get Donald Trump. You know, like that one's the best. You know, just you know, the president,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and everything. And you know, it's just funny that you can get one of him pooping. 这种的红仔听起来敢若无啥文雅，不过伫咧加泰隆尼亚地区，这是一项正特别的耶诞传统。上早的历史是17世纪末，一间教会耶稣诞生场景的红仔内面就一尊是无像人躯的迄当阵的人认为拜圣杯代表肥料加财富运势。 那牌匾也是上瓦棍生活的艺术气氛，牌匾红仔就安尼保存落来。每年到耶诞节，真侪人拢会买来送礼，或者是插家己厝内。这种的红仔传统的做法是甲黏土放入去1000度的窑内面烧甲定型，过来用手工画色。芝麻制成一直伫咧进化，红仔的形态也愈来愈多元化。家庭菜红仔。 大部分拢是话题性的人物，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俄国总统普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连阿根廷球星梅西加西班牙球王纳达尔也好，一个韩国流行游戏的角色，对政要名人到一般百姓。 无论是啥人，拢爱褪裤躯的所以这种牌匾红仔刻画出真实的生活形态，也将这加泰隆尼亚传统的特产，业者估计每年耶诞节会当卖3万件红仔。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